當科學家開始用刪除鍵清理大腦入邊嘅衰腦細胞，神經退化，唔再係宿命。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可以換心臟、換腎臟，但係偏偏換唔到記憶？咁因為腦入邊嘅衰腦細胞咧，一直以嚟都係唔死唔走嘅存在嘅。阿爾茨海默患者嘅大腦入邊，衰腦細胞就好似生鏽咗零件咁，唔再工作，但又霸住個位，不斷釋放炎症因子，侵蝕周圍嘅健康神經。而家就一種叫 Senolytic 嘅療法咧，就係正喺度改寫遊戲規則。佢哋嘅任務好簡單，精準清除呢啲鏽斑細胞。動物實驗已經證實，清理咗衰腦細胞之後，腦部炎症明顯下降，認知功能得以改善。柏金遜症患者嘅多巴胺神經元，阿爾茨海默患者嘅記憶區都出現咗修復嘅跡象。呢個唔係科幻，係已經進入臨床研究階段嘅真實科技。最冷嘅科技，往往守護住最暖嘅人性。延緩啊，神經退化啊，咁延長個唔止係壽命啊，更加係記憶、係尊嚴、係一個人完整嘅一生啊。咁咪真正嘅衰老唔係身體老化，而係當一個人認唔出自己最愛嘅人，記唔起自己係邊個。醫學嘅終極使命唔係令人活得更耐，而係讓每一個靈魂都能夠清醒咁活到最後。我哋用科技對抗遺忘，用理性守護情感，用進步捍衛人之為人嘅核心價值。呢個先係真正有溫度嘅創新。科技在進步，但我哋對生命嘅敬畏永遠唔能夠退化。識得食，識得住，識得清醒嘅生活。我係 Fanny，下次再同大家探世界。